保育类的南路鹰，今年伫咧清明前后会飞来到中华八卦山附近，当地人也改叫做清明鸟。中华野鸟学会对20-30年前开始记录观察这南路鹰过境中华数量，也举办进山活动，透过解说呢，和民众哪变造环境，哪入版在地自然生态。民众对中华野鸟学会生态老师的脚步行，沿路捡本色，可以当听老师小解八卦山的野生动物，有山暗公、鹰仔虎、南路鹰，侪侪无共品种的鸟仔。有人是当年参加进山活动，嘛有大人带囡仔来体验生态教育。我拢是中华在地的人啊，也让小孩子对自己周遭的环境、自然生态有多一份认识。我参加3-4年啊，我每届拢招足侪人，今仔日招了20几个人来。阮兜嘛是大家拢做伙参加这个活动，感觉足有意义的。当年的3-4月，保育类大鸟南路鹰会为南平飞经过中华。中华野鸟学会为30年前开始观察南路鹰过境中华情形，建立民众生态保育的概念，嘛办进山捡本色的活动，用清气的环境迎接这阵大鸟。对一般民众来讲，咱是讲咱来捡本色，但是你若对生态概念来讲，其实阮是咧甲人伫这个过程中要去观察野生动物，也就是南路鹰，免啊甲迄个边界感做出来。草啊刮甲倒，咱就莫去打过；树啊悬度修甲倒，莫去影响到即丛树啊的生态。但是咱有法度好好做调查。中华野鸟学会表示，今年天气该冷的时阵有冷，嘛有正常落雨。目前预测南路鹰的数量应该是袂歹，过境中华的量有机会超过3万只。鸟仔会嘛呼吁民众，若要观察鸟仔，一定要保持距离，莫乱弹粪扫，同齐爱护自然环境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